主啊，2025年10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导读谨慎奉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提多书第1章第10到第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提多书第1章。我是保罗，做上帝的仆人，甲耶稣基督的使徒，受选派，帮赞上帝选民的信仰，互因认捌下伫敬虔的真理。这个真理，互咱对永远的活命有盼望，就是袂讲白贼的上帝，伫万世以前应允要互咱的。伊伫时机成熟的时，通过信息的宣讲，将这个应允显明出来。我有受托，奉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，宣讲这个福音。提多，我写批互你，伫咱共同的信仰，你是我真的囝，愿被上帝甲咱的救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甲平安。我甲你留伫克里特，是要互你处理还未办清楚的代志，搁照我所指示，伫逐个城市选派人做长老。做长老的着无通指责，只有一个某，囝儿拢是信徒，搁无人控告是放荡还是毋顺服。教会的监督，既然做上帝的管家，一定着无通指责，无自高，无歹性地，无酒醉，无凶暴，无贪财。着熬款待出外人，熬做好事，守纪、正直、圣洁、节制。伊着坚守迄个可靠、符合教义的信息，安尼才会当用健全的教示劝勉人，辩倒反对的人。导读谨慎奉命。伫科技业工作的囝捌对我讲，当顶时交办任务的时，袂当讲则搁讲，则搁看卖咧，也是做即件代志有困难，等等讲法。若安尼回复，恐惊着准备离职。阮囝讲，上班虽然压力大，但是拥有公司托付的身份，代表有受到肯定。人踮职场拢有尽忠、负责也是服务的对象，像头家、董事也是顾客。阮囝伫职场谨慎奉命的敬业作为，袂禁止，互人省思。基督徒踮即世间受啥命令，服务的对象是啥？是毋是会当甲你完成被赋予的使命？互咱对保罗的信仰教导来找找答案的线索。保罗伫提多书一起头就讲：“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”伫保罗所踮的罗马帝国时代，仆人是指奴仆、奴隶。奴仆一切，包括生甲死，决定权拢在伫主人。但是当奴仆代表主人办代志的时，也因着主人的权威得到尊重。保罗将面承认，伊是顺服上帝的卑微仆人。另外将面表明，伊有耶稣基督交付的使徒权柄。保罗看重找伊办事的迄一位，再次强调：我有受托，奉咱的救主上帝的命令，宣讲即个福音。保罗奉命谨慎的态度，互伊特别详细交代提多爱伫克里特岛的教会办理设立长老之事，
使徒行传14章23节记载，保罗甲巴拿巴伫各地传道，建立教会了后就设立长老。这是保罗培育信徒，互真道继续传扬的一贯做法。对今仔日的经文可见，保罗也心心念念这个代志。保罗甲提多要将基督的福音传入去里得岛，却无够遐时间建立教会的组织。保罗知影，教会若欠管理、监督甲组织，将阻碍福音的宣扬，搁连带影响教会的成长甲发展。保罗奉上帝的命令传扬真理信息，反复提到设立长老，搁确实指出做长老的人所需要具备的德行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法规指出，小会为本宗教会体制上治理教会上基础的代议单位，由牧师和长老组成。牧师为小会议长，是中会所指派的代表。长老则由会员选出，两者共同组成小会，体现本宗中会中心甲长老智慧之体制精神。教会爱常常虚心检视教会的体制，甲保罗规范的信仰品格之间的距离有偌远。回到引言所讲，伫这动灭中就千百万甚至数亿元利益的科技业，部属对顶时的要求毋敢违背。那呢，教会伫最后所交办的传福音使命顶面，敢会当怠慢？传福音毋单单是牧师长职的代志尔，是每一位信徒的代志。愿圣神帮助咱活出奉命谨慎的态度，回应主的恩典，做忠实的福音见证人。默想，伫即场爱对顶时尽忠负责，省思家己受上帝拣选，安怎倾听搁遵趁上帝交付的任务。伫即场爱对顶时尽忠负责，省思家己受上帝拣选，安怎倾听搁遵趁上帝交付的任务。咱来祈祷，满有恩典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拣选，搁使我见证上帝国福音的光荣身份。我愿做你忠心的仆人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